大家好啊！今個星期 CVS 有好多護髮產品嘅優惠，買滿40蚊呢就減10蚊啦！快啲跟我入嚟睇下，有乜嘢心水啱你買？蚊地洗頭水護髮素每支8個2毫9，買一支第二支就係半價，仲有可以落翻4蚊 extra 筆，我仲有3蚊 coupon 喎，就又買2支啦。買 Tresemme 洗頭水護髮素每支8個2毫9，仲有5蚊 extra 筆添，我仲有5蚊 coupon，就買呢2樣啦。哇！而家買 Pantene 嘅洗頭水護髮素，每支5個7毫9，買2支，仲有5蚊 extra 筆。我喺 Coupon 24都仲有5蚊 coupon 喎，就買2支啦。咧買呢6件產品，睇下幾多錢先，希望夠40蚊，又可以再減10蚊啦。今次喺 CVS 購買6件嘅護髮產品，購埋 coupon 優惠券啦，同埋 extra 筆。最後我只係俾6個8毫4，即是話每支1個6毫4，哇，好抵啊！仲要攞返14蚊嘅 extra 筆，又可以下次再買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